大家好，我係陳家善。警方落案起訴10人，涉及尋日屯門嘅反水貨客示威，其中8人被控非法集結，一個大學生被控襲警，全部人無需答辯，獲准保釋，但期間禁止踏足屯門指定範圍。案件朝早喺屯門裁判法院提訊，7男3女嘅被告年齡介乎16至到36歲，全部無需答辯。其中6男2女控罪話佢哋星期日喺屯門時代廣場南翼3樓一間餅鋪外邊非法集結。一個16歲中學女生被控喺同一間餅鋪外邊妨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另一個22歲嘅大學生就被控喺餅鋪附近襲擊一個警務人員嘅背部。全部被告獲准保釋，案件押後到4月9號等控方索取法律意見。保釋期間有9個被告唔准進入涉案嘅廣場，而被控襲警嘅被告報稱住天水圍，佢保釋期間亦都禁止進入屯門區。一批人星期日喺屯門示威遊行，不滿水貨客活動影響居民嘅日常生活。有示威者喺屯門時代廣場裏邊同警員多次推撞，警方一度施放胡椒噴霧。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欣報道。旅發局表示，舊年有超過6000萬人次旅客訪港，過夜旅客人均消費接近8000蚊，係8年嚟第一次下跌。根據旅發局數據顯示，舊年訪港過夜旅客數字達2700幾萬人次，按年增長8.2%，而留港時間係3.3晚，比前年微跌。佢哋嘅人均消費由8123蚊跌到唔夠8000蚊，係8年以嚟首次下跌。內地嗰度咧，相對係比其他市場咧係比較跌多啲嘅，即係佢哋話買貴嘢買少咗啦。買嗰啲手錶、鐘錶嗰啲，我諗大家睇到啱啱公布嘅零售數字裏邊，好清楚睇到咧，係嗰啲高價，即係嗰啲叫 luxurious good 嗰度嗰個影響係好大。旅發局預測今年嘅整體訪港旅客人次會去到6400幾萬，比舊年上升大約6%，當中內地旅客會有5100幾萬。旅發局話會同政府商量，開放更多廣東省以外嘅1000多行城市，增加過夜旅客人次，但係強調會考慮承受能力問題。就希望去爭取多啲新嘅城市，唔係爭取多啲客源，而要將成個過夜旅客去點去增長。咁呢個對香港整體嚟講，當然我哋要睇到一樣嘢就係大家香港人嘅本身嘅承受能力係咪達得到？所以呢樣嘢我哋都要歸根結底同政府去商量呢樣嘢。旅發局話未來1年嘅推廣預算係3億5200萬，將會繼續開拓非廣東省客源，增加過夜旅客比例。被問到擔唔擔心香港缺乏新嘅旅遊景點，吸引唔到過夜旅客一嚟再嚟，林建岳話旅發局喺每個月都會舉辦一啲唔同嘅大型活動，相信對嚟過香港嘅旅客都有一定嘅吸引力。無線電視記者陳日思報道。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聽日討論劃一法定假日同埋公眾假期嘅建議。本港有2套假期制度，其中公眾假期有17日，僱主同埋僱員自行協定係咪放假同埋有薪。俗稱勞工假嘅法定假日就少咗5日，有12日。僱員受僱唔少於3個月，假期就有人工。政府統計處喺2011年進行咗一項調查，推算全港大約276萬僱員當中，大約一半係放公眾假期，有30%人就唔係。呢一啲只放勞工假嘅僱員，平均每個星期工作5.9日，比放公眾假期嘅僱員多咗0.6日。工黨嘅立法會議員李卓人要求劃一假期。百幾萬人呢，佢哋嘅工時呢係已經係特別長嗰啲行業。如果可以睇齊到呢，係令到最辛苦嗰班僱員係可以吊頸唞下氣，同埋可以有個得個公平對待，亦都係更加家庭友善。政府估計，如果增加5日嘅勞工假，整體僱主每年增加18.3億元嘅成本。政府認為無可避免對中小企以及聘用大約30萬外籍家庭傭工嘅家庭造成影響。僱主嘅意見又係點呢？如果話僱員純粹從一個我需要嗰個休息多5日嘅，咁而願意去犧牲唔攞呢5日嘅人工嘅話，咁冇問題嘅喎。咁而僱主嗰方面嘅話咧，其實仍然嗰個成本咧唔會減低到嘅。佢一樣係要請一啲臨時工，成本上漲咧就係會將嗰個成本咧轉移
轉嫁俾消費者嘅。咁整個社會咧，未來嗰個成本咧都會係上漲。根據勞工處搜集到嘅資料，同香港鄰近嘅11個經濟體系當中，大部分嘅法定假日日數都係11日至到12日，而泰國就最多，總共有13日。無線電視記者冼志報導。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晚上出席特首普選青年交流會嘅時候，有參加者喺發言嗰陣被指用粗言穢語，交流會一度中斷。參加交流會嘅有大學生、學民思潮同埋熱血公民成員等。期間有參加者發言嘅時候，主持會議嘅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振彬話發言者用粗言穢語，要求唔好用呢一類嘅言語。台下一度鼓噪，有人不滿陳振彬嘅指責，並且要求道歉。亦都有人舉起標語同埋黃色遮，交流會一度中斷。國際方面，法國南部馬賽發生槍擊事件，未收到傷亡報告。事發喺馬賽北部一個住宅區附近，警方封鎖現場調查，並派出特種部隊戒備，部分居民要疏散到安全地方。當地傳媒報道，有人手持 AK-47步槍向警員開火，事件可能涉及黑幫糾紛。法國總理瓦爾斯將會到訪當地出席公開活動，警方已經加強保安。埃及有足球賽發生球迷騷亂，觸發警民衝突同埋人踩人。外電引述官方報導，最少25人死亡，喺當地自前年以嚟最嚴重嘅球迷騷亂事件。騷亂喺球賽開始前發生，警方發射催淚彈驅散群眾，混亂中造成人踩人。多架救護車到場將受傷嘅球迷送院。有醫生同目擊者話，大部分死者係人踩人期間窒息致死。現場係開羅東部嘅球場，當地星期日晚舉行超級足球聯賽。保安人員話，一批冇波飛嘅球迷企圖喺賽前衝入場，被在場嘅警員阻止，雙方爆發衝突。但係有球迷話，球場方面只係開放一個較窄嘅通道俾佢哋入場，球迷互相推撞，引發混亂。亦都有報道話，球場原本可以容納3萬人，但當局只係出售1萬張門票，唔少球迷買唔到波飛。對賽隊伍之一嘅扎馬雷克隊係埃及知名足球隊，受衝突影響要延遲半個鐘開波。檢控部門召開緊急會議並下令徹查。當地國營電視台報導，內政部宣布押後聯賽餘下嘅賽事。埃及近年不時發生球迷同警方衝突事件，對上一次嚴重事故係2012年2月塞德港球迷騷亂，兩批球迷喺球場大打出手，造成72人死亡，幾百人受傷。當局事後限制球賽入場人數。無線電視記者封耀明報導。休息一陣，轉頭返嚟有其他消息。